7月21號星期30點，有一個玩完翻嚟唞嘅朋友，做嘢先，做完嘢繼續。長洲 Gary， 早晨，早晨，新班啊，哇，真係開心喎！喂，要擺一圍喎。Yes， 長洲細 Gary 細 Terry， 早晨。喂，睇住後邊，睇住後邊啊！係老毛雕。慳到11條魚啊，夠晒啦，咁。哇！出邊先係戲肉啊！啲朋友陸續到啊！頂咁早帶我翻去還翻11米，12米，11米。哦，老泉1005。哦，突然間你嚟嗰陣時，我都麻麻地啊！今日嚟講，都屬於係唔靚嘅。定10點半，9米出籠。呢位朋友都係12噶啦，攞到11啊？誒，開咗11啊？開咗啦已經。唔玩啊？借俾我啊！呢位朋友咧12就收啦，開隻8米喎。咦？呢個啊？呢個啊？係你啦。睇下出邊先。哇！哇！使唔使跳咁高啊？哇！死啊！睇唔到添。哦，越嚟越冇水啊！揦嘢，梗係全部出晒石外環。石外咧，聽聞講好大啊！老泉喺。哇！9又得，10又得，12又得，有溪都得。哦，有細咗。哦。啊。邊兩公走啊？雨前鋒，有啲要掉嘢啦，呢啲就醒目啦，翻埋嚟啦，埋嚟啦。埋嚟啦！2點鐘，好靚，好正。嚟咗都驚你啊！倒住。預備。得呢啲唔做。多啲。
梗係夠啦，今日幫點解唔夠啊？